便聊聊天，想见我心仪的那个妹。一进店里，粉红色气味，香味扑面而来，我又变回18岁。突然想起初恋的那个妹，这种神奇梦幻美妙去体验，慢慢变老的我不能够再沉醉，真的好想去消费。那就是我的妹，来自女仆店，服装很特别，能不能再多看几件？那就是我的妹，来自女仆店，让我很想追，我想要每天都见面。一进店里，粉红色气味，香味扑